再来看111年度消防特考班哦，目前是伫南投的第三消防训练中心在进行结训的测验。也毋过传出讲有12个校员伫咧进行3000公尺走标的时间涉嫌造假，其中有11个人互记过处分，另外1个人哦已经申请退训咯。消防训练中心是表示讲，因未来按算会利用电子的仪器来记录成绩。 对绑起的厝壳内底救出个活命者，完成到官所指定的考试项目，消防训练爱严实，才会当完成救灾救护的挑战。不过，伫咧南投德山消防训练中心受训的111年度消防特考，却传出集体作弊的代志。有2班90个学员伫咧结训走3000米考试的时，照规定2班爱互相交换登记成绩，所有12个人涉嫌造假。消防署公布听解结果。 其中有11个人记少过1支到2支，另外1个因为人生的规划是家己退训。对职官回溯这个录影的记录之后，发现他们给我们的成绩是跟录影的成绩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发现说，他是有这个记录不实的这个状况。小过1支是1.5啦，2支就是3分的。 依照考试院公务人员保障甲培训委员会规定，消防特考走3000米，查甫的爱走14分半，查某的爱走16分半，以内才算及格。违规的11个人拢是查甫的，其中有4个无够标准，上班的是走15分26秒。另外，还有7个人是有无老实记录状况，去消防中心比对影片了发现。 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表示，炮火救人要有一定的体能，消防署该当检讨考试的防作弊措施，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。消防员他主要从事的是救灾救护这种高风险的工作，那所以我们会认为说，更严格检视就是消防员的这个测试的部分，不应该有这种舞弊的事情发生。 消防署表示，这11个人照规定订考了，拢达到标准，记少过1支会考1.5分。因为这体特考班明年1月结训，相关的调查结果会报予保训会，未来嘛会考虑引进电子机器来记录，避免人为的介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